張伯，你最近買嗰層新樓住得點啊？幾好啊？哦，聽講你好似話想封窗喎，做一個大嘅落地玻璃窗喎，係咪啊？啊？唔係啊？點解啊？唔好做啊，好危險噶！我而家做咗一個細窗，安全啲啊！咁樣啊？你聽下我講啊，咁就聽下張伯點講啊。邊雲港人中山養老最痛陷阱，14級颱風一夜傾家蕩產，30平米陽台決定晚年命運。YouTube 開場3秒黃金鈎子高原鏈留人，好多香港長者以為買掉唐樓落戶大灣區大屋就是完美退休生活，但我今日要講呢個真實事件，徹底打破所有港人嘅內地置業幻想。同樣係中山小區，同樣26樓高層，同樣面對14級超強颱風，兩個香港老友，兩種結局，一個穩坐家中品茶，安然度過世紀風暴，一個一夜交位，100萬積蓄清零，最後要買樓賠債，被逼回流香港排公屋。兩人最大嘅差距只在一個決定，陽台封窗點樣做呢個致命陷阱，仲要完全不知情。今日透過張伯嘅真實經歷，話俾所有打算中山、珠海、江門置業養老嘅香港朋友知，內地裝修從來唔可以用香港經驗套，一扇窗足以毀掉你成世退休積蓄。正片開始，65歲嘅張伯做咗38年旺角紅頭小巴司機，前半生嘅日與夜都困在2平米不到嘅駕駛座，日日對住香港水泥森林，滿街廢氣擠壓，同老伴阿珍窩在35平米舊唐樓，轉身都怕撞牆，曬衫要掛天花板，空間壓抑到透唔到氣，熬到大退休。張伯買掉香港舊樓，攞住幾百萬港幣退休金，決定逃離寸土寸金嘅香港，落腳中山安度晚年。香港嘅幾百萬買唔到舒適兩居室，但在中山東區足以全款拿下140平米高層洋房。最令張伯心動嘅係屋企一個30平米超大弧形陽台。交樓當日，佢站在26樓俯瞰全城，5季山清風直吹入屋。當時佢咁嘆：香港30平米係一間昂貴睡房，中山30平米只係我哋嘅陽台。本以為係完美退休開局，殊不知呢個超大陽台很快變成最大隱患。內地開放陽台無遮擋，中山夏天風沙極大，暴雨頻繁，緊鄰主幹道嘅樓宇噪音刺耳，入住幾日屋企日日積灰，暴雨天陽台排水不及，雨水直接到灌大廳，地磚泡水發着。呢時物業介紹嘅包工頭小劉上門，一眼就睇中張伯呢個香港新手，即刻送上最吸引人嘅裝修方案，無立柱全景落地窗，全包4萬人民幣。小劉不斷遊說內地封窗合法合規，呢款全景窗零遮擋，超氣派，打通陽台即刻擴大客廳空間，隔音防塵一應俱全。大灣區港人個個都裝，打卡上 Facebook、WhatsApp， 絕對羨煞旁人。最打動人心嘅係那份退休後嘅闊落體面，但最危險嘅都係呢份貪靚貪體面嘅僥倖態。謹慎咗一世嘅張伯當場問出關鍵問題：我係26樓高層，中山多颱風，呢塊巨型玻璃頂得住強風嗎？小劉拍胸保證，話現代鋼化玻璃堅固無比，12級颱風隨便頂，叫佢唔使多慮。合同字樣模糊，無任何材質檢測證書，完全唔符合香港嚴謹工程標準。張伯最終冇衝動簽約，決定花3日時間自己摸清內地封窗所有門道。就係呢3日嘅謹慎，救咗佢成世積蓄。核心科普劇情：4大封窗流派對決，觀眾價值點。張伯潛水小區港人業主群，逐家走訪鄰居，先徹底驚覺內地封窗市場水太深。4款主流窗型看似差別不大，颱風天安全等級、後續風險天知地別。第一款
內開內倒平開窗，退休香港防暑公務員老李屋企就裝呢款，亦都係高層唯一穩妥選擇。窗戶可內開通風，亦可上班嚟透氣。最大優點係氣密性、水密性拉滿，颱風風力向內壓緊窗框，越吹越穩，完全唔會有部件墜落風險。12級颱風聞風不動，唯一缺點係小室內空間，價格偏高，但絕對係高層自住首選。第二款推拉窗，優點係平價唔空間，適合低層預算有限業主，但致命短板係軌道有縫隙，大風大雨必滲水，高層強風會令窗框不斷震動。8級以上颱風就需要毛巾倒防防水，安全係數極低。第三款摺疊窗，顏值最高，通風最好，可完全打開還原全景陽台，但結構複雜，五金二選，高層颱風風壓極易令鉸鏈變形，密封失效，後期維修費極貴，只適合低層觀景，完全唔適合中山颱風多發高層樓宇。第四款全景落地窗就係包工頭極力推銷，22樓港商老張力撐嘅款式，凌立柱，超廣視野，打卡一流。朋友偏必贏，但最大死穴係受風面積超大，冇任何受力支撐，高層遭遇強颱風，等於係一面巨型風牆，直接承接所有風壓，安全隱患極大。當時業主群掀起熱議，大部分裝全景窗嘅港人都嘲笑裝內開窗嘅業主膽小，浪費錢，影響觀景。老張更是日日發朋友圈炫耀，直言退休就要大氣，唔好活得速。面對群裏嘅輿論，張伯始終保持清醒。裝修可以追求美觀，但安全絕對唔可以賭運氣。一旦將身家性命交俾運氣，就已經輸咗一半。劇情升級法律炸彈，戳中港人核心痛點，令張伯徹底戒斷全景窗念頭嘅，係只講嘅內地民法典鐵律。呢條法規99%香港新移民都唔知。內地民法典1253條明確規定，高空附屬設施墜落傷人毀物，業主適用推定過錯原則。白話講，你屋企封窗玻璃，窗坑颱風天墜落，無論係咪師傅偷料，法官第一時間默認業主責任。好多港人以為係裝修隊質量差，關我咩事？殘酷現實係出事之後，無資質小包工頭即刻關機跑路，你根本無處追責，所有賠償、所有官司、所有損失，全部由業主承擔。真實判例擺在眼前，砸傷行人，致殘賠償15至50萬，砸死路人民事賠償過百萬，甚至牽涉刑事，砸爛樓下豪居，泡水淹樓下鄰居，連帶損失動輒幾十萬。張伯一身冷汗，佢200幾萬退休金係幾十年捱出來嘅養老本，根本承受唔起一次意外。除此之外，仲有一個港人致命盲點，內地家居保險。香港樓宇大多有公契保險、銀行強制火險，好多人理所當然以為內地都有兜底，但內地所有家居險、第三者責任險全部需要自費購買，一年僅需300到800元，就有幾百萬保額兜底。偏偏絕大多數港人完全唔知情，睇透風險同法規後，張伯即刻推翻原有方案，不惜加價，強行要求包工頭按照高層颱風級安全標準重做合同，每一項都卡死硬核參數。第一，鋁材必須1.8毫米厚100系列斷橋鋁，杜絕1.5毫米薄料，避免高層風壓變形。第二，玻璃桶100毫米加 12A 加8毫米雙層中空鋼化玻璃，每塊必備原裝3C 燒印認證。第三，安裝必須加鋼腳牢固，螺絲間距不超80公分，滿填發泡膠，雙層密封膠防水。第四，扣留10%質保金，5年5金質保，出現變形漏水無條件免費維修。包工頭小劉當場傻眼，原本打算用劣質材料賺差價，最後只能無奈加成本，按標準施工。施工期間，張伯日日駐場魔鬼監工，
拆穿薄鋁材、假3C 玻璃、偷減螺絲等各種偷工減料套路，逼住工人100%還原合同標準。完工後，全屋隔音防水拉滿，穩固紮實。張伯亦花500元買足家居第三者保險，徹底杜絕後顧之憂。呢邊嘅張伯穩紮穩打，步步為營；另一邊嘅老張依然沉浸在全景窗嘅體面與虛榮之中，坐等颱風驗證運氣。高潮劇情14級超強颱風黑天鵝之夜，3個月後世紀超強颱風直撲中山，14級巔峰風力，16級陣風，幾十年一遇極端天氣正面襲擊小區。當晚天色漆黑如墨，狂風嘯叫，暴雨橫掃，26樓高空風壓恐怖至極，小區大面積停電，全城陷入混沌。張伯家中早已貼好香港傳統米字形防爆膠帶，面對狂風暴雨，全屋斷橋裏外開窗穩如泰山，玻璃輕微彈性震動，完全在安全範圍之內，窗台滴水不漏，屋內安靜祥和，兩老安然端坐。但深夜風眼登陸，風力最巔峰一刻，一聲震天巨響撕裂夜空。砰！22樓老張屋企，成面4萬元全景落地窗，被14級狂風整面掀飛，連卡大玻璃墜落樓下。下一秒，小區汽車警報齊鳴，人聲尖叫，現場一片混亂。墜落嘅巨型鋁鏡玻璃直接砸扁樓下豪車，砸傷夜間巡邏保安。老張屋企瞬間變成開放式黑洞，狂風暴雨直灌全屋，家電器盡毀，積水層層滲落樓下3層住戶。業主群當晚徹底炸鍋，滿屏驚慌求助。曾經人人羨慕嘅無敵全景豪宅，一夜之間變成災難現場。結局對比，雙城命運反差，深化價值。颱風過後，天氣放晴，小區滿目瘡痍，老張徹底崩潰。包工頭小劉早已跑路失聯，物業以私自改外立面，使用無資質劣質窗為由完全免責。更致命嘅係，老張從未購買內地家居保險，所有損失全數自負，重傷保安醫療殘疾費，3輛豪車賠償，樓下住戶裝修損失總索償高達150萬人民幣。最後呢位執著於體面、貪圖靚觀景嘅香港老友，只能低價變賣中山養老豪宅，賠償天級損失，耗盡畢生積蓄，無奈回流香港排公屋養老。反觀張伯，全屋完好無損，窗戶穩固，屋內乾爽，保險兜底零風險，安穩守住晚年幸福。收尾點題加 YouTube 強 CTA， 留人轉發收藏。呢場颱風從來唔係天災運氣，而係一場早有定數嘅安全考試。好多港人誤以為內地養老評價舒適就可以放鬆警惕，卻忽略咗香港與內地在法規、裝修標準、氣候防護、風險保障上嘅巨大鴻溝。裝修從來唔係睇樣、睇價、睇體面，而係睇安全、睇參數、睇底線。如果你都係打算已經在中山、珠海、江門、惠州大灣區置業養老嘅香港朋友，千祈唔好憑香港舊經驗亂裝修。呢條影片建議你點讚、收藏、轉發俾身邊所有大灣區置業嘅香港親友，遠離風窗陷阱，遠離天價索償，守住自己同老伴嘅畢生積蓄與安穩晚年。麻煩大家免費訂閱啊，撳下個鐘仔啊，唔該晒，拜拜。